那我们现在跟时代力量那边的整合的最新状况，幕僚还有在联系当中，确实还没有进一步的决定跟发展。虽然我们还有5个选区，今天还是没有办法来完整征召，但其余的我们都陆续会在今天，包括离岛的2个地方，我们一定今天会通过6个地方的征召跟不予提名。那下个礼拜或者下下礼拜的常会或执会会完全的来完成所有的征召区，那我们就会大部队就可以齐步的启动。那我们现在跟时代力量那边的整合的最新状况，幕僚还有在联系当中，确实还没有进一步的决定跟发展。所以这个礼拜会见面吗？幕僚在联系，但是还没有进一步的确定。因为时代力量那边好像希望说能够公开透明，那好像是针对像许淑花的那一区，他们好像也是个意见。那我们现在目前的整个最新的进度大概是怎么样？双方面谈过的结论都一定向外界公开啊，谈过的结论都会向外界公开。那个别选区我们有个别选区互相的看法，那看法能够越接近越好。那我也希望说，不止在松山信义这个选区，包括淡水选区，我也非常的重视。主席不止征召大事，今天还有一件大事，你有注意到吗？那个陈明文的300万，他掉在高铁上了，大家就说，怎么会拿着300万爬照？你有这样的经验过？这个问高铁好了，跟党务无关。好，谢谢。那你昨天上广播节目的时候，你有说到讨厌外省人，这是现在的心境还是这样子吗？没有啊，我是28家族，你知道吗？你要知道我们小时候那种家族的这种氛围，你知道吗？说家族的氛围就是很不喜欢外省人，这也是跟你讲我们上一代的故事了。这是这样的哦，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会讲说，我们有不同的过去嘛，有共同的现在，那到底我们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来嘛？我每次讲说，我是茉莉出身的，没有错，我当然是茉莉出身的。但是这样的，你当台北市长，你是要服务所有的人嘛？当然还好，你知道，因为我当过台大的医生，你知道哦。病人送到急诊出来，我们不会问他说，你眼见多少够屏动？你还是每一个都要看啊。所以用这种心态来处理台北市政就简单多了。反正我不管你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的议员，你讲的有道理，我都帮你做。这样用这种心态去做事就好办了。但是我不会忌讳说。我当然是茉莉出身的啊！我们这种小时候那种讲话，家族里面讲话那种氛围就是这样，没有错啊。所以你现在还是这样讨厌？现在是这样的啊，外公哦，都已经70年了，你知道，民国36年28到现在嘛，70年咯。其实这样的，我当时是这样的哦，所有的仇恨你知道，可以过去就让它过去了，你知道吗？事实上。我觉得这样的，像228，你知道，我爸爸还每年时间到了会哭，你知道，像我儿子根本就去爸爸好到哪里去玩了，那个对他来讲就很遥远嘛。但是对我父亲那没办法，那个是他的故事嘛。对我来讲是，我爸爸存在一天对我还是会有影响嘛。因为网上要再抢回一些绿营的票嘛。现在在抢回一些绿营的票嘛。不是说抢回，不要每次都说我票不票的，反正就是这样的。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我的个性还是这样，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王浩宇说你操弄省级对立，我跟你讲哦，还好，我跟你讲，我是已经是最没有省级对立的人了。民众党的支持者其实现在好像也是蛮多都流去蔡英文那一边，反而郭台铭的支持度是降。我想郭台铭应该还在思考嘛哦。不过这样的，我是这样的，如果1对1的话，这个很清楚的，大概所有的。政治评论家都认为蔡英文会赢了，特别在反送中的状态下，在香港我看一天不解决哦。这个民进党现在不是捡到枪了吗？我看捡到炮、捡到原子弹都有可能嘛。当然，老实讲，我看大陆处理香港问题也是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还是不是处理得很好的。我觉得这样的哦，对香港问题我们还是持续关心的，也表达忧虑的。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尽快落幕来这样。让民众党现在的支持者现在没有办法完全移转到郭台铭那边。这一定的啊，闹可能。其实我跟你讲，我发现我的票要移转不容易。现在这个 A 太有个人色彩的，太鲜明的哦。我的票要移转到任何候选人。在过去的几次经验已经很清楚，不太容易。向许淑华喊话，因为听说第7选区要派人，他说要你不要斗争，香港事件要团结，说民进党对你真心换绝情。新潮流说有什么不要斗争，要团结，我听完哦，就像那个诸葛亮的感觉，你知道？诸葛亮讲假上下上，我听到规身骨来起鬼虎皮嘛。
像大巨蛋已经敲定那个复工计划嘛，为什么要特别好像跟赵文嘉谈的时候有点不在场证明？没有啦，是这样的。那一天他们还是要开会嘛，因为这个 BOT 呢还是有甲乙双方嘛，所以他们那天来市府开会。走的时候我还在办公室嘛，他就当然礼貌上进来 say hello。我有跟他讲说，要配合的要配合看看怎么把问题解决掉，就这样。所以现在远雄已经全面让步了。也不是说全面让步啊，问题要解决啊。其实我跟你讲，关键还是这样的，人数不要多，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你要人数要，所以我还是主张说，一开始人数落在6万先开幕嘛，以后的事以后再烦恼，一种是跑一阵子，然后大家有信心要加人再加人，那你一开始就幻想要什么要14万什么的，闹可怜了。所以我的态度是这样的如果一开始的目标设定在6万，先跑一阵子，跑个几年没问题怎样，看整个那个运作纯熟了，要再加人再去加人了。但是你现在一开始就享受说我要14万，坚持要14万，我跟你讲，你那个公安就是很难过嘛。所以远雄妥协了吗？远雄妥协，我们会年底前复工。不是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又不可能放水啊，对不对？那个现在都全程直播，我们又不会扎自己的脚，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认真的。所以我这次就跟他讲说，我这次后来我有跟杜华姐抱怨，我说那个电脑模拟你一定要能够完整的解释才进来审。你如果没有准备要进来审，那干脆不要进来审，然后给来给我妈了，你要不要有用？